来，这个5月初1劳动节，劳工休一天，但是嘛，毋是全体劳工拢会当休，所以全国教师工会站出来了，讲全世界有80外个国家，把劳动节定为国定假日，希望内政部嘛会当对咧做劳动节，互全国休困一天。劳动不分你我他，5.1改为国定假。 大声喊口号，希望5月初劳动节会当改做国定假日。全世界大约80个国家，亲像是英国、美国等等，拢有放假一天，只有台湾劳动节是部分的劳工。又说的这个保姆，他们放5.1劳动节的时候，我们很多公务人员、老师，他的子女没有人照顾了。 咱目前的5月初劳动节，区分适用劳基法的劳工放假，亲像是公务员、教师、医师、义务，拢也需要上班。全国金融业工会代表嘛，希望讲劳动节大家拢会当休。不应该以说你的职业的职种你是老师，你是公务员，你是所谓的纯劳工然后就有所这样的一个区分根据内政部纪念日甲节日实施的办法，现行条文劳动节是劳工放假，若是修改就会变做劳动节放假一天。内政部回应，全国每当放假日定伫115到116天，但是个别的纪念日，亲像是劳动节、军人节，拢无包含在内。假使若是全面放假，涉及的全面化，国家必须要共识才会做处理。看来今年劳动节也是只有劳工朋友会当休。